国政府在东突厥斯坦进行系统的镇压和文化清洗，先后将数百万维吾尔人关押在集中营，其中包括许多宗教学者、知识分子、商人和文艺人士。中国政府，如果你想要钱，我会给你，千万别伤害我的儿子。这是住在伊斯坦布尔的一位80岁维吾尔商人的最后选择。30年前移民到土耳其的努尔麦麦提阿吉再也没有回去过东突厥斯坦。他表示，他的52岁的儿子阿布杜科伊姆和48岁的儿子阿布都米基提在乌鲁木齐做了20年的生意。2017年，他的2个儿子被中国警察逮捕，没有给出任何理由。他们的银行账户被冻结，总资金达6700万元。据悉，当时他们的74岁的母亲也被带走，最近才获释放。东突厥斯坦新闻中心主席卡拉卡什就此事发表评论，批评了中国的残酷镇压。他在声明中指出，我40年来认识努尔麦麦提阿吉，他是一位商人，从来没有从事过政治活动。尽管如此，他的儿子无法逃脱中国的镇压，这显示中国在东突厥斯坦的镇压政策是多么的残酷。中国当局打压我们的商人、宗教学者和知识分子，试图消除我们的文化和身份。我在此呼吁各方团结起来，反对中共的暴政。中国共产党政权以职业培训中心的名义在东突厥斯坦建立了集中营，在这些难民营中，几乎每天都有人因酷刑而死亡。根据最新消息，35岁的库尔班拉赫曼是东突厥斯坦库彻县的一名兽医。1年前，他在工作场所被中国警察逮捕，当局声称他10年前曾食用麻醉剂并因中毒而死亡。警察将他的尸体交给了他的家人。流亡的维吾尔族青年人聚集在伊斯坦布尔，讨论与东突厥斯坦有关的问题。东突厥斯坦新代运动主办的首届年轻人聚会在伊斯坦布尔宰廷波尔怒区举行。会议主要讨论了东突厥斯坦的历史和今天的问题。香港成千上万反送中示威者周六不理会警方反对，上街抗议禁令，双方再次上演激烈冲突，暴力升级。警方首次用水炮车发射催泪水和蓝色水柱驱散示威者，并严重谴责示威者暴力行为。示威者退守湾仔，使用附近球场的看台座椅设置路障，并用杂物和易燃物点起大火，现场冒出大量黑烟和多次传出爆炸声。另一方面，大批特警、武警在周六开进与香港一河之隔的深圳。中国媒体在报道时都普遍使用了治暴治乱的措辞。观察者认为，这与目前的香港局势密切相关。俄罗斯国防部宣布，俄罗斯战略火箭军从阿斯特拉罕地区卡普斯金雅尔巴场试射1枚白洋洲际弹道飞弹。国防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从阿斯特拉罕地区发射的导弹袭击了敌方拥有的主要设施，并成功将其摧毁。著名的土耳其历史学者穆斯塔法·加法里博士逝世，享年85岁。穆斯塔法博士在突厥民族历史方面做出了杰出的研究，同时他生前是东突厥斯坦斗争的一名忠诚的支持者。葬礼仪式上，他的棺材上挂了土耳其红旗和东突厥斯坦蓝月旗，愿真主保佑他。根据伊斯兰历法，今天是新的一年的第一天，祝贺世界各地穆斯林新年快乐。